2022都用一個嶄新嘅方式咧嚟到去開始啊！見到咁多位嘉賓咧，拎住一因为街马它不是有那个造型的那个比赛嘛，创意比赛，然后我觉得就很有趣，然后感觉这个比赛是很有活力、很年轻的，然后所以也想跟着一起玩一下，我大概跑了3年，然后挑战性的地方的话，感觉就是怎么坚持这件事情，坚持跑步这个爱好，对，然后需要有自律，然后经常去训练，然后可能才能去跑下这个全马。咁樣，咁但係我睇見之後咧，發覺哇，原來要落好多條隧道啊，同埋又要呢、上下啲橋啊咁樣，咁呢度咧就即係比起我平時喺海濱跑下咁樣咧，我覺得有啲難度，有啲挑戰。街馬咧，我就覺得咧，佢可以咧就好近距離咁樣咧，同啲街坊啊喺翻市區裏面咧即係跑啦。最特別咧，佢就可以喺香港就跑到去九龍。今次咧就去埋呢個將軍澳，我都係新界咁樣，咁啊可以跑勻晒唔同嘅地方咧。哇，好有挑戰性呢條，因為佢係頭嗰2 K 係落斜，之後尾嗰2 K 就上斜咯。咁你尾嗰，因為你落完斜之後轉上斜咧，你隻腳係要重新適應過咯。咁同埋咁啱上斜嗰2 K 就係最尾嗰2 K，所以係即係要捱翻嚟咯。恭喜你！而家只係7點11分，我哋已經見到ahead for you to capture the moment.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Let's help. 就係我哋1、2、3之後耶好嘛？預備1、2、3，耶！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